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6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，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14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阳光。今仔日是一年一度的平安暝。昨咱有讲到着尊贵的大囝，事实上，伊是非常的荣耀，有上帝大阳光咧照伫迄个应允。因为上帝应允要赏赐光，就要互黑暗中的人得到光明。先是咱看到路加福音第2章的经文。因为天使甲天君的出现，黑暗的旷野就出现大光。后来上帝佫找启明星，照光头前的路，并且带领东方外邦的术士，咱来讲这会观想望道的人，因来伫犹太地来拜耶稣，亲像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。先知安尼讲着，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，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在收割的欢喜，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。因为你有拍碎因所拍的脚趾，降断因肩胛头的棍，压制压迫的鞭，亲像你毁坏美丽的军队迄日，战士伫交战的中间穿军鞋，高着火的军服拢会做柴烧，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。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应治地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强，伊的和平无尽，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，互国稳固建立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这就是亲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14节到18节的经文所讲到的。愿阳光归伫至权的上帝，愿伊赏赐和平，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这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各样的拢讲：咱来去伯利恒，看主报咱知即个所在所发生的代志。因就赶紧去，找到玛利亚甲约瑟，以及倒伫做年的囡仔。因看了，就将天使对因讲即个婴仔的代志报人知。听到各样的所讲这话的人，拢感觉真奇怪。大阳光，大光就是上帝所赏赐落来的救恩，目的就是要为着来拯救全人类。也搁若参像这个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4节所讲的。因为上帝已经显明伊的恩典拯救全人类，训练咱弃杀无敬虔的生活甲俗世的欲望，伫现今的时代过守纪、正直甲敬虔的生活，听候迄个充满福气的愿望，就是至尊的上帝以及咱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。基督为着咱献家己，是要救赎咱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互咱将做伊纯洁的子民来归属伫伊，热心做好事。
这个恩典就是爱咱来军队基督，学习一个准则、正直、甲敬虔的生活。帮助咱用纯洁的生命品质活伫上帝迄个公义的中间，互咱会当行好，归属伫伊的光明。诗篇96篇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。着对上主唱歌，称赞伊的名，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，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，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。因为上主至大，应该受极大的称赞，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。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。毋过上主创造这的天，尊贵甲威严包围伊，权能甲荣光充满伊的圣所。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，着将荣耀甲权能归互伊，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，着带祭物进入伊的城。着穿圣洁做礼服来敬拜上主，全着伫伊的面前行行皮皮撮，着对万国宣布：上主做王，世界坚固袂摇动。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，天着欢喜，地着快乐，海甲迄内面的活物拢着出大声，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。迄时，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上主面前欢喜快乐。上主得来啦，伊要来审判普地的，伊要用公义审判全世界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领受大光，不但会当活伫迄个光明的中间，搁较会当成做世界的光。有人因为阮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